续来看国民党内有意思要选总统的这四大串头，到底是要合作，也或是要相对下呢？人伫美国访问的朱立伦是甲党主席吴敦义最近为着总统初选，是要用全民调，也或是要用党员投票，隔海互相咧话话。早起吴敦义就广播节目接受专访，甲问讲到底有要选总统无？吴敦义讲适当的时间，伊会来宣布。 你什么时候宣布啦？大家是需要知道你什么时候宣布。适当的时间就会宣布。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到底有要参选总统无？伊态度要真保留。参不参选的比例现在完全不，所以我不是跟你刚才说你会在适当时候宣布，所以你的意思就是你要参选啊？那个比例我不能讲的。媒体所做的总统大选最新的民调，第一名是韩国瑜，民调内面无吴敦义。 不把你这个不叫冷落，这个叫尊重。若是党内最后推出的人选，民调比无登记参选的人更较低，安尼要安怎？吴敦义讲，会依照四原则：上强、上袂被攻击、上无意外状况，甲上有胜选机会的人。伫旧金山真个侨胞的国旗立法总统府，伫美西访问的前新北市长朱立伦早起伫斯坦福大学以台湾新经济为题演讲。 朱立伦支持国民党总统初选采全民调，不过党内无共调。防止那个民调最高的朱立伦出来，没有这个事，没有这个事。你跟王金平没有去卡朱的意思。没有这个事。国民党天王最近动作拢有够济，王金平行程嘛是共款，3月份将会经济的日子对外宣布参选。一切都依照党的一个规则来走。 国民党4月初将会公告初选的办法，5月初开始登记。时搞的局面就会较明朗。